来继续来看桃园中立的培英路有6间的葬仪社，半暝啊3点火烧厝，因为这排拢是冷冻烧黏的铁皮厝，加上葬仪社转固的产品太多了，这个火一个烧是烧到半天红，烧到红红叫。消防队用3点钟才把火拍花，啊嘛有灵堂嘛有大火烧掉了。这后续的发挥要安怎来办理？家属是真苦恼。 火烧甲真美，直直冲对天顶，铁皮厝的窗仔门直直冲出真高的乌烟。消防部水线灌救，火药是烧甲真美。桃园中立殡仪馆边的培英路，伫今仔日半暝3点发生火警，规排建筑物拢连做火，火烧甲真紧。6间葬仪公司拢火烧厝。 那个大洞都有住了，全部都出来了啦。向阳火烧厝，因为葬仪公司内底真侪用纸做的物件，互规排铁皮厝拢烧起来，真歹收煞。仓库内底包括金刀、红啊等等的制式用品，拢互烧了了。应该超过1000万了吧？业者要靠无目屎，后续安怎处理，嘛互家属真烦恼。灵堂都被烧掉了。之前是你们的哪个谁在灵堂在里面？爸爸。消防队出动96位队员，经过3点钟了后，总算伫透早6点04分把火拍花。到达现场之后，发现它是联动铁皮哈，那大概有燃烧的，总共有6间哈，那合计的面积有达500平方公尺以上。好家在所有人拢有赶紧撞出来，才无造成伤亡。不过导火详细原因，火调人员要等来调查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